罗马书第15章，咱遮个信心坚强的人，应该甲信心软弱的人斗相同担，毋通求互家己欢喜。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到利益，通建立信心。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，反倒亲像圣经所记载。侮辱你的人会侮辱归伫我。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仰望。愿使忍耐甲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同心志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，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。所以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恁。我甲恁讲，基督正做受割礼的人的采用，是要显示上帝的信息，通证明上帝对祖先的应允有实现，嘛要互外邦人因为上帝的怜悯，通归荣光互伊，照圣经所记载。所以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认你，唱歌学乐你的名。伊阁讲，外邦人啊，着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。伊阁讲，所有的外邦人啊，着学乐主；万民啊，着上赞伊。以赛亚阁再讲，亚西的君会不义。伊会起来统治外邦，外邦人拢会将仰望交托伊。愿使仰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仰望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我家己确信恁非常良善，充满逐款的知识，阁会晓互相可靠。毋过我好胆写即张批互恁，甲恁提醒几点，因为上帝有赐我特别的恩典，通伫外邦人的中间服侍基督耶稣，做祭司宣讲上帝的福音，通互外邦人诚侪上帝所接纳、圣神所圣化的祭面。所以，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，我看服侍上帝最荣光。我毋敢讲别项代志，只有要讲即项，就是基督通过我的言语甲行为，用新约基督的能力，甲上帝的神的能力，互外邦人顺服上帝。所以对耶路撒冷以直到以利尼古的地区，我逐所在去宣扬基督的福音。我决意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，则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毋捌听到伊信息的人会看见，毋捌听见伊的人会明白。我真侪遍有拄着阻挡，袂当去恁遐。毋过当伫遮个地区无别的所在通去，过几若年来，我一直在仰望会当去恁遐。即便要去西班牙的路中，我仰望会经过恁遐去看恁，先甲恁有一段时间欢喜的交陪，然后才互恁送行继续去西班牙。毋过我现在着先去耶路撒冷，供给遐个信徒的需要。因为马其顿甲阿该亚的教会欢喜献一笔钱，帮赞耶路撒冷一寡散车的信徒，这是因欢喜做的，其实嘛是因所欠的债。既然犹太信徒有甲外邦人分享属灵的福气，外邦的信徒应该伫物质上帮赞因。听候我即项代志做好势，将全部的即笔钱交互因了后，才经过恁遐去西班牙。我知我去恁遐的时，
嘛未将基督丰富的恩典带去互恁。兄弟姊妹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圣神所赐的疼心，我请恁尽力甲我做伙为着我祈求上帝，互我免受着犹太毋信的人的陷害，搁互我伫耶路撒冷办理讲吉的代志，为得着信徒接纳。安尼我就通欢欢喜喜，照上帝的旨意去恁遐，甲恁做伙定心，得着快乐。愿赐平安的上帝，甲恁大家同在。阿门。